大家好，我叫张淑佳，也是一个80后的非遗面塑的传承人。我碰到非遗面塑，其实也是在我10岁生日的时候。我在我生日那天碰到我的老师，非常有名，中国有泥人张、面人赵，那我的老师就是面人赵的小女儿赵凤玲老师。小时候应该说就看到了，就非常喜欢。完了，在大学的时候，企图说有没有可能把这样子的一个非遗作为一个创业的项目，然后在07年我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室。非遗面塑里边，我们通常会用到的这个原材料其实也非常的普通，里边有面粉、糯米粉、蜂蜜、盐、食用防腐剂，大家都可以找到的这些东西。非遗面塑的制作里面呢，我们通常还会用到一些小工具，就像我手上的这个工具，它叫瓜子，它有2个部分，这一头比较宽，我们会用来做一些人物的一些眉毛啊，一些比较细节的像嘴唇的这样的部分，或者一些发丝。那这个尖头的部分呢，我们可能是用来做一些，比如说在面塑里边那个鼻子可能是用来就是挑鼻子，或者是刻一些脸部的一些细节这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工具。这个里面还会用到这样的一把梳子，它基本上会分成，一段是比较松一点，一段是比较密一点。那有的时候的一些动物的一些爪子啊，包括一些人物的发丝和肌理，就可以用梳子来完成。我们在这个面塑里边还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小剪刀，在做天文字符里边的三郎的时候，我们要把他的手指做出来除了捏以外，我们就会需要这样的一把小剪刀，把他的手指一个一个分开的剪出来就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手，没有这些工具，我们如果用手，其实也是可以完成80%甚至是100%的。在我的这个面塑的过程中有特别的意义的就是熊猫。其实熊猫就是制作这个技艺的人来说，其实它并不难。我们到最后，我最快的速度可能2分钟就能把一个熊猫给捏制完成。可是它真的是最能代表中国，因为我从小就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非遗的特长，也代表中国去过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克罗地亚很多这样的国家演出。当我们在这些外国朋友的面前，就是现场制作这样的一个我们觉得并不是很难的一个作品的时候，全场给你的反应他们是肃然起敬的。那我想更多的是他们会被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和这个中国的非遗的手艺所震撼到。那当 B 站找到我们我作为一个非遗传承人，跟我聊起这个天官赐福的话题的时候，其实我首先是被这个造型，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喜欢，我觉得哇，真的画得好不错，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有态度的一个作品。因为天官赐福它是一个国潮的一个动漫。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说，我也非常乐意用现代的更多我们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元素，来尝试用非遗面塑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试着来呈现这个作品。对我来说，我看到这2个主人公的造型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说把它的表象去捏出来，我想更多的是说它里边的这个人物的个性也是蕴藏在这个面塑的这个造型里边。在做面塑的时候呢，是从一个头部开始，脑袋跟身体通常是脑袋会显得大一点，身体小一点会比较可爱。那么我们现在来做它的身体，这个比例上呢，约莫是1个半头到2个盘头的大小。然后面塑里边它这个服装就是一层一层的包裹上去的。然后我们现在来做它的手。把他的手和他的大拇指要捏出来，然后我们其实最后呢才来做他的头发的这个部分，梳子来刻一下他的头发，然后也用剪刀把他的头发的层次可以做一下，通过一缕一缕的把它给制造出来。头发上它也有2根比较细长的飘带。